大家有冇試過收工攰到隻狗咁，諗住喺屋企附近求其揾間茶餐廳食碟炒粉麵，點知一坐低睇到個餐牌已經嚇咗一跳，到碟嘢上台嗰陣，你直情懷疑自己係咪去咗咩新派藝術展覽？前排我同班朋友去咗深水埗一間望落去普通到不得了嘅茶記，叫咗碟蒜蓉炒菜心，盛惠20蚊。當個伙計放低碟菜嗰陣，我同我粒字朋友真係定咗喺度，我哋逐條數，1、2、3、4、5、6，冇錯，真係得6條菜心。呢個唔係咩都市傳說，而係每日實實在在喺香港發生緊嘅荒謬事。20蚊得6條菜心，平均一條要成3蚊幾，接近4蚊。如果你話呢啲係有機溫室種植，由外國空運過嚟，聽住古典音樂長大嘅貴族菜，咁我都認啦。但佢偏偏就係最普通，喺條街市菜檔買10蚊有大把嗰種。呢種直情係將啲客當做水魚嚟劏嘅做法，其實正正就係點解依家越來越多香港人一到禮拜6日，就寧願山長水域都要逼埋去羅湖、落馬洲北上消費嘅真正原因。好多時啲人成日怪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又話咩無本地情懷，但老實講，情懷呢4個字真係唔可以當飯食，更加唔可以攞嚟填補我哋被當做水魚嗰種心靈創傷。我哋成日聽見啲飲食界老前輩或者老細出嚟訴苦，話依家生意幾難做，租金幾貴，人工幾高，好似全香港人都憎咗佢哋咁。但佢哋從來唔會認真去睇睇，自己拿張餐牌出嚟，到底俾緊啲咩質素嘅嘢食人。呢種20蚊6條菜嘅現象，背後揭開嘅唔單止係香港餐飲業嘅劣食文化，更加係一個專登針對面皮薄、唔敢反抗嘅香港人而設嘅消費陷阱。我哋香港人好多時都有個通病，就係講面子，特別係喺一啲公眾場所或者食肆入面，就算遇到啲好唔合理嘅事，只要金額唔係話大到天文數字，好多人都會選擇忍氣吞聲，心諗算啦，費事搞大件事，費事俾人覺得自己小家計較。啲無良商家就係睇準咗大家呢種面皮薄、怕尷尬嘅心態，於是就越嚟越放肆，越嚟越過分。你試下諗下，如果你喺一間茶餐廳見到碟菜嚟到得6條，你真係會拍台大叫經理過嚟投訴，定係好似大多數人咁，只係同身邊嘅朋友細細聲抱怨2句，然後一邊搖頭，一邊無奈咁食埋佢，最後默默走去收銀處俾錢？我相信超過90%嘅人都係屬於後面嗰種。正因為我哋嘅善良同包容，甚至乎可以話係懦弱，變相縱容咗呢班劣食店鋪。佢哋知道你唔會投訴，知道你面皮薄，所以咪夠膽死將啲成本減到最低，將啲份量縮到最少，將個價錢抬到最高。以前我哋講緊香港係美食天堂，周街都係臥虎藏龍嘅地道小食，幾十蚊就可以食到一碗熱辣辣、足料到爆嘅雲吞麵或者牛腩河。但依家呢，行入去啲商場連鎖鋪或者所謂嘅新派茶餐廳，喐下就70-80蚊一個餐，嚟到嘅嘢食唔單止凍冰冰，份量少到好似餵貓咁，味道仲要衰過自己喺屋企煮公仔麵。呢種劣食趕客嘅真相，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當一間鋪頭因為生意差而想維持利潤嘅時候，佢哋唔係去諗點樣改善嘢食嘅質素，點樣提供更貼心嘅服務嚟吸客，相反，佢哋最直截了當嘅做法就係減低成本。減成本最快嘅方法係乜？咪就係喺食材度偷工減料。以前一碟炒飯會放足大蝦仁，好香嘅叉燒粒，依家就變成得幾粒乾查查嘅肉碎，加埋啲雪藏三色豆。以前叫個菜會俾一整盤你，依家就精緻到好似法國大餐咁，得返6條菜心。當啲客嚟到食完一次，覺得自己貼錢買難受，下次自然就唔會再光顧。跟住間鋪頭嘅生意就變得仲差，老細又再進一步削減成本，再加價，結果就形成咗一個死胡同。最後受苦嘅，除咗係頂唔順要執笠嘅鋪頭之外，最慘嘅依然係一班無辜嘅消費者。好多人會話，香港租金世界第一貴，人工又年年加，老細唔賣貴啲，唔俾少啲，點樣平衡開支？呢個講法聽落去好似好有道理，但如果你仔細去算一算呢筆賬，
你就會發現呢個根本就係藉口。一斤菜心喺菜市場賣緊幾多錢？就算依家通脹犀利，10零12蚊都已經有一大包，足夠你炒出好幾大碟。一碟20蚊嘅菜心，你俾得6條，呢個已經唔係叫平衡開支，呢個直情係暴利，係在商不言商嘅掠奪。更何況，依家好多茶餐廳嘅食材都係由內地大批量批發落嚟，成本價比我哋喺條街市買嘅仲要平得多。佢哋將所有責任都推落去租金度，但其實好多鋪頭嘅物業，甚至乎係老細自己喺好久以前，可能係90年代或者2000幾年買落嘅，根本就唔存在被瘋狂加租嘅壓力。佢哋只係想利用呢個社會共識嚟掩飾自己對利潤嘅無限追求，同埋對食物質素嘅毫不重視。當呢種劏客嘅氛圍蔓延到全香港各個角落嘅時候，北上消費就自然成為咗香港人嘅唯一出路。大家成日講去深圳、去廣州食嘢有幾平，服務有幾好。我哋拋開兩地嘅薪酬水平同埋物價差異唔講，純粹講返消費者最基本嘅心理感受。你想去食一碟酸菜魚或者一盤炒菜，人哋端上台嗰陣係滿滿當當、熱氣騰騰嘅，個服務員仲會笑面迎人咁同你講慢用。喺嗰個瞬間，你作為一個出錢消費嘅客，你感受到嘅係尊重。但在香港呢，你入到一間茶餐廳，首先要忍受個伙計好似你欠咗佢幾百萬咁嘅塊面，然後要喺極度逼仄嘅卡位度同陌生人搭台，手踭撞手踭。你想叫個伙計落單，舉手舉到隻手都酸埋都冇人理你，好不容易落咗單，碟嘢食等咗成個字先至嚟到仲要好似我頭先講咁，20蚊得6條菜。更攞命嘅係，當你食完想拿張單睇睇嘅時候，個伙計仲會用一種好唔耐煩嘅眼神望住你，好似催促你快啲俾錢走人，唔好阻住佢做下一輪生意。喺呢種環境之下消費，你唔單止食唔到好嘢，你直情係買緊難受。大家每日返工已經夠晒大壓力，面對住老細嘅催促、工作嘅煩惱，難得放假或者收工，想用自己辛苦賺返嚟嘅血汗錢食餐好嘅，放鬆一下，結果換嚟嘅係貼錢買難受，買氣吞。面皮薄嘅人，現場唔敢出聲，反到屋企越諗就越唔對路，越諗就越氣憤。久而久之，大家內心就會產生一種好強烈嘅抗拒感，覺得喺香港出街食飯就等於做水魚。當呢種心理變成咗大眾嘅共識，一到週末，大家自然就會用腳投票。依家每個星期6日，各大口岸都塞滿晒人，成千上萬嘅香港人湧上去內地。以前啲人上去可能係為咗買瓶嘢，或者係一啲特定嘅娛樂，但依家大家上去純粹係為咗尋找一種久違咗嘅作為一個消費者應該有嘅尊嚴同正常待遇。喺內地，你用同樣嘅幾十蚊或者100蚊，你可以坐得舒舒服服，享受到貼心嘅服務，食到份量十足、味道中上嘅嘢食。最重要嘅係，你唔需要擔心自己會唔會因為面皮薄而被無良店家暗中生湯。有人可能會反駁話，北上都要車錢同時間成本啦，計落去其實都差唔多。但大家要明白，消費心理學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情緒價值。當我在香港食一餐飯，雖然車程可能只要10分鐘，但成個過程帶俾我嘅全部都係負面情緒，憤怒、無奈、委屈，甚至乎係被欺騙嘅感覺。而我選擇花1個鐘頭車程上去北上，雖然時間長咗，但成個過程我覺得放鬆、開心、受尊重。呢種正面嘅情緒價值，完全可以抵消掉嗰少少嘅車錢同時間。我身邊有好多面皮薄嘅朋友，以前佢哋係最反對上去內地消費嘅，覺得好麻煩，又覺得冇必要。但自從經歷過幾次在香港本地食肆被重創嘅經歷之後，佢哋依家比邊個都去得更密。其中一個朋友同我講，佢有一次去咗旺角一間好出名嘅冰室，點咗個常餐，個沙爹牛肉麵嚟到，入面得2片薄到好似子彈嘅牛肉，啲麵仲要生生地硬邦邦。佢當時好有禮貌咁同個伙計講，話個麵好似未熟，可唔可以幫手執執？點知個伙計一聽，塊面黑過生鐵鑊，仲大聲夾惡啖講，
我哋不嬲都係咁煮嘅啦，個個都係啖食，邊有未熟啊？當時全間餐廳嘅人都望住佢，我個朋友面皮薄，當場尷尬到想搵個地洞鑽除落去。佢最後一言不發，連啖湯都冇飲，即刻放低錢就走咗。佢同我講，由嗰日開始，佢發誓除非必要，否則絕對唔會再在香港嘅呢啲茶餐廳消費。佢話佢唔係俾唔起嗰幾十蚊，佢係接受唔到自己出錢買難受，仲要被當眾侮辱。呢個故事其實反映咗依家香港餐飲業一個好大嘅危機，就係服務文化嘅崩壞。以前香港嘅茶餐廳雖然講求效率、速度快，有時啲伙計把口可能係咗少少，但人情味依然喺度。老街坊入到去，伙計會記得你飲咩茶，要咩多，大家有講有笑。但依家好多地方連最基本嘅文明禮貌都冇埋，佢哋將效率極端化，變成咗一種冷酷無情嘅趕客機器。你入去坐低，好似欠咗佢哋咁，你食慢少少，佢哋就喺你旁邊抹台、收碟，用行動逼你走。在這種高壓、不友善嘅環境下，食物嘅質素仲要每況愈下，20蚊6條菜，70蚊雪藏肉，呢啲嘢加埋一齊，根本就係在將全香港嘅消費者推向外面。有啲餐飲業嘅代表成日喺傳媒面前講，話香港人唔愛港，有錢都唔喺本地市，導致好多老字號小店紛紛執笠。但我想講，真正令到呢啲鋪頭執笠嘅，唔係香港人嘅絕情，而係佢哋自己嘅不思進取同埋對客人嘅傲慢。如果一間小店真係用心做嘢食，保持水準，對客客氣氣，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好有人情味，好願意去支持嘅。依家市面上依然有一啲每日大排長龍嘅本地小店，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因為人哋冇將客人當做1粒鐘頭就要趕走嘅水魚，人哋俾足料，賺取合理嘅利潤。相反，嗰啲整天怨天尤人，怪租金怪人工，卻暗地裏喺度賣緊20蚊6條菜嘅劣食鋪，佢哋嘅執笠完全係市場汰弱留強嘅必然結果，真係怪不得人。我哋再返去睇睇嗰碟令人啼笑皆非嘅6條菜心，呢個現象其實仲凸顯咗一個問題，就係香港餐飲業嘅標準化流程已經到咗一種近乎荒謬嘅地步。好多連鎖集團或者為咗慳成本嘅茶餐廳，佢哋嘅廚房依家根本無需要真正嘅廚師，全部都係由中央廚房配送過嚟嘅預製菜，或者係由一班完全無廚藝底子嘅雜工，按照公司規定嘅份量嚟擺盤。公司規定一碟菜就係咁多克，或者就係咁多條，啲員工就機械式咁去執行。佢哋完全唔會去思考，當一個活生生嘅客人見到碟咁嘅嘢食嗰陣，內心會有多大嘅落差同憤怒。佢哋只關心 KPI， 只關心成本控制。這種缺乏靈魂、缺乏對食物敬畏之心嘅餐飲文化，正是劣食充斥市面嘅根源。對於我哋呢班面皮薄嘅普通市民嚟講，面對呢種情況，我哋真係無能為力嗎？其實唔係，我哋最大嘅武器就係我哋荷包入面嘅銀紙，同埋我哋轉身離開嘅權利。既然有啲商家專登整埋啲劣食嚟劏我哋，覺得我哋面皮薄好蝦，咁我哋就不如乾脆啲，連俾佢哋劏嘅機會都唔好俾。依家網絡咁發達，去邊度食飯之前，上網睇睇食評，睇睇社交平台上面嘅相，好多時都可以避開唔少地雷。如果真係不小心入錯黑店，見到啲嘢食好似20蚊6條菜咁離譜，雖然我哋面皮薄，唔想喺現場同人嘈，拍台投訴，但記住，回頭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手喺網上留下最真實嘅負評，等更加多嘅人知道真相，避免更多人受騙。香港餐飲業要想真正復甦，想將北上消費嘅人流吸引返嚟，絕對唔係靠政府辦幾次夜市，搞幾個無人機表演或者派幾張消費券就可以解決到嘅。呢啲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嘅表面功夫，真正嘅核心必須要回到最基本嘅食物質素同服務態度上面。如果一日唔解決20蚊6條菜劣食趕客嘅問題，一日唔改變將客人當水魚、專劏面皮薄嘅人嘅畸形心態，咁香港嘅餐飲市道只會繼續沉淪垂落去。
消費者嘅雙眼係雪亮嘅，邊度有誠意，邊度有性價比，大家心知肚明。今日同大家傾咗咁多關於掠食同北上消費嘅話題，其實我內心係覺得好無奈、好可惜嘅。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邊個唔想喺自己生活嘅城市入面開開心心啖食餐好飯？邊個唔希望自己嘅社區入面多啲有特色、有水準、有人情味嘅小店？但現實嘅殘酷，迫使我哋不得不做出選擇。希望各位聽完今日嘅分享，下次再遇到呢啲唔合理嘅掠食嗰陣，就算你面皮再薄，都要記住，我哋有選擇嘅權利，唔好再忍氣吞聲去縱容呢班無良店家，揾到真正尊重你、用心做嘢食嘅地方去消費，先至係對我們自己、對呢個城市最好嘅支持。